今日為主對呢，就是活出屬靈生命嘅美德。而家在咪現在這個時代嚇，人越來越推動外表、財富、靈力，卻忽略了性最推動嘅呢，就是屬靈嘅美德。但個屬靈生命嘅美德呢，簡單來說，就是一個信主嘅人接受耶穌做生命救主後，也要合適來追求、來認識我們嘅上帝，與上帝啦建立美好嘅關係，和生命被上帝來改變。上帝改變我們嘅生命後呢，到內心呢生活和生活當呢，就能活出美好嘅見證。所以我們基督徒呢，如果正在拜嘅時候，咱得到主嘅祝福嘅證證，咱就話主，我係見證，真係見證唔是啲，見證就係打交主對咱生命嘅工作，就對我們生命嘅祝福。所以我們就係見證經歷咗上帝嘅信息，係咪嘛？所以話，咱唔單見證，咁係行為，咱所做嘅一切係嚟榮耀主嘅名，因為呢生命改變，我們唔像以前病哦，愛咩派位啲咩派位，咱愛咩整點像我哋主教我同在，袂使咩派位，你問隔壁你有咩派位無？無能簡單。感謝主，那是主改變嘅人，阿咩嘛？這也是，咱也是得行到主嚟幫合適嚟榮耀主嘅名，這也是可以稱為屬靈生命嘅美德，唔是活到過去舊嘅生命裡面。現在的我們已經成為新造嘅人，故事已經過去，現在一句一件當呢都變成新的了。生命被新改變後，自然呢？就會活出耶穌基督嘅香氣。我們當講請問姐妹們下，你們有冇香水無？你所以你特別冇嚟香驚過，大波片了公公啊！你嚟大波個片冇換個味咧。所以呢，咱就愛有主嘅香味，主嘅香味是同我們所做嘅物件，好嘅物件，就是在福人得個祝福但唔單有香嘅香氣，我愛擁有宗教嘅知識，咱嚟信主唔是啦。我今日信耶穌就好了，你無追求，咱愛嚟認白主，嚟認識主，到嚟愛到主嚟幫合適。成為一個新嘅生命，並且不斷成長，活出耶穌生命嘅美德，就是擁有什麼良善嘅品格，就是有愛心、有謙卑、忍耐嘅心，有溫柔節制、信息良明、聖潔、心胸寬闊嘅饒恕嘅心。這都是屬靈生命成長嘅表現，這也是神所喜悅嘅事。所以，咱基督徒能做嘢到咱生命睇到咱嘅好處呢，就是咱活出主嘅生命。人艱苦嘅時候，咱唔是祈求，人艱苦咱燒毀，咱為伊祈禱，為伊祝福，當伊得到主嘅祝福，真係知道哇！我基督徒無偏樣，有好嘅生命。別人就從咱生命當中就睇到生命良善嘅品格和美好嘅見證。而且呢，別人也能從我們成長得到幫助，來認識主、接受主，成為他們生命嘅救主。同時也行到蒙福嘅道路當。你個隔壁但你信主就是行到蒙福嘅道路當，係咪嘛？真係無聲你睇，咱行到蒙福嘅道路，阿們，阿們得到永生嘅應許，什麼真係啲應許？咱信主嘅人，以前咱無信主嘅人，人得死了去啲個，我唔知，我媽嚟知，我死在知，根本都唔知。但是到聖經裡面，可能知道，咱屬靈嘅人死後，主，咱係在去天堂個但是呢，當我們生活當，我們要能結出聖靈嘅軌跡，我們嚟睇加拉太書第5章12至30章，聖靈嘅軌跡是什麼？就是當咱信了主，聖靈上帝應許聖靈教我們同行，教導我們到屬靈方面嚟領受屬靈
嘅祝福，就是聖靈所教嘅規矩呢，就是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、節制，這九方面嘅規矩，都成為別人嘅祝福。那別人當到聖經台嚟去做規矩呢，因能就得到祝福，因能運用出來，因能就得到祝福。但是呢，我們要明白屬靈嘅生命嘅追求，令使我們嘅靈命不停嘅成長，叫腦筋嘅碎碎嘅唔知得學1、2、3，但是讀咗大淡薄就學 ABC， 學華語學按摩各方面咧，學即係慢慢成長。你冇可能咁樣60歲出頭嘅，我唔係 1、2、3，我唔知是1、2、3你係唔曉，攏是你係慢慢長大那個人，你睇就愈老嘅人啊，愈有經驗。因為對人生活當中嘅經歷，當因能有精通不解經歷，當你問嘅經驗，也是打出嘅經驗來幫助我們。這就是到人嘅生活當成長，但是這個是到屬靈方面，使我們成長，使我們成為榮耀主嘅器皿，成為別人嘅幫助。因此呢，屬靈生命嘅目的呢，就是有耶穌基督的生命到我們裡面，使我們漸漸成長，並通過愛、聖潔、謙卑、忍耐、信實等等嘅和平嘅和個平位嚟到，使我們愈來愈像耶穌，係咩嘛？你問他，你會像耶穌冇？還是冇就要讀聖經、讀有嘅，來聖燈來有嘅，你就愈來愈像，係咩嘛？我問你啦，我聽了，我問你啦，還是你做個阿伯嚇？人爸那個人講，你個囝真像你咧，你歡喜未？媽嚟講話，伊是伊，我是我，冇可能安尼反答，因為你睇你個囝像你，哇，你真歡喜，因為伊像我嘛，明顯不像我，個款不像我，我甲我個囝內邊有一個像我，你家己慢慢睇。所以咱愈來愈像耶穌，那對耶穌嘅道路呢，愈來愈像，就讓耶穌嘅生命就到我們裡面來影響我們，來彰顯出，到我們裡面彰顯出來。我們要明白呢，這世界對咱嘅要求是對咱嘅學問，世界嘅人對咱學問、財富、地位，當先是對咱嘅內心。我們來睇一個聖經嚇，撒母耳記16章對7節那裡告訴我們的耶和華無讓人無像人這樣嚇，人睇外表，耶和華是睇人心。這個係真在人外面真成功，心裡面呢則充滿苦毒。你就係俾你睇到話睇，伊睇得袂歹咧，但你唔知真苦毒咧。伊恨人，伊抹人，氣人，你唔知㗎嘛？你睇唔到啊嘛？所以大家覺得世界嘅人嗬，你睇真成功嗬，但是你唔知心內是充滿苦毒、驕傲、妒忌，就錯住掉下憤怒，甚至什麼歹事都做出嚟。所以好明好白，但是你唔知後尾是做點乜嘢嘅。你睇個明樣嘢，你睇我個明嘅樣嘢，但是我唔知我做啲嘅點咧。但是我感謝主啦，我信耶穌啦嚇。但真正嘅屬靈以生嘅生命呢，生命就愛被生改變，而且漸漸成長，活出屬靈嘅美德。什麼是屬靈嘅美德呢？正在咱人以為呢有禮貌、違法脾氣、愛打好話、做善事，就是美德。當我們愛明白真正嘅屬靈嘅美德呢，唔單是道德有修養，但是呢，也因着我們接受以下所做我們生命嘅救主呢，把我們嘅生命奉獻給神，以身量下，耶穌就住到我們嘅心裏。耶穌住到你心裏嗎？阿們，有住到你心裏，你就平安，咩事唔會落，我咩事你生要生白，或者就係啦。所以等你有主耶穌，你就有平安有福，阿們。所以主掌管我們嘅生命，我們嘅生命就會開始變成一個新造嘅人，就如哥林多後書對5章17節，若有人到基督裏，
他就是新造嘅人，故事已過，都變成聖地了。因聖靈愛到我們裡面動工，使我們生命活出耶穌嘅聖稱。這唔是外表，乃是我們心理思想意念改變。人生目標呢，也愛改變。生命改變後，自然活出屬靈美好嘅榜樣。這唔是假做出嚟嘅嚇，唔是裝出嚟嘅，也唔是表演可能推嘅啊。就我們以在愛打片位，我問你嚇，坦白打。你們有以前未信主嘅陣，有打片位無？有嘅人舉手，我無舉手，我是有嚇啊。所以咱都有打有舉手打片位，我有發脾氣，會袂？啊，有嘅時候自私自利，顧到我家己愛了，你死你活你嘅代志，我有好食，你可以無食嘅事，有無？咱頂擺嘅人是真自私嘅，要做這些無好嘅事。當信主後聽主嘅話啦，靠主嘅力量打實話啊，開始打實話，打老實話，唔打騙話啊。也合適饒恕人，合適愛人，合適謙卑，合適忍耐、寬容、慷慨、溫柔、順服，嘅心來過生活嘅生活，過聖潔嘅生活，也有憐憫嘅心，合適恩肯服侍主。啊，對主動心，這一切都是聖經裡面最重要屬靈嘅品格，就愛到我們嘅形式嘅生活當表現出來。你係到生命來背靠主嗰邊，你哋表現咗，你係一舉一動冇必要。乃在睇到聖經睇到主嘅有主道嘅裡面，就一個老實人，唔是到別人睇到嘅時候就係老實。乃是到無人睇你嘅時候，也是老實。一個有愛心嘅人呢，唔是即使增向愛心，乃是長期活出愛心關心人。這就是聖經所帶嘅屬靈嘅品格。更多嚟講，我們嘅生命有了耶穌，我們就會開始不斷更新和改變。你今日嘅答案答咗咩未？因為咱聖經聖經無時間，我係注定牧師到尾來了。因為我特登愛求伊來為咱祝福禱告嚇，所以我總是愛帶有咩淡薄啦。因為咱花了真多時間嚇，因我們嘅裡，咱就打落去。因我們裡面啲舊人啦，已經化耶穌當定十字架，所以呢，因耶穌啲寶血，所以整我們嘅罪，使我們得釋放，不再做罪嘅奴僕過去。被罪捆綁嘅生命已經被耶穌釋放了，不再被定罪了，因舊嘅事已經過去了，現在都變成新嘅了，擁有新嘅生命、新嘅方向，但是也擁有永生嘅盼望。主耶穌不斷教導我們，使我們明白，要我們過了生活出得勝嘅生命，但是也使我們明白，什麼嘅是謙卑。認識自己所擁有嘅一切才幹和其他恩賜都是神所賜嘅，咱無什麼好驕傲嘅。因此不要活到驕傲裡面，乃要合適把一切榮耀歸給神，明白嗎？所以神唔單要我們擁有某些美德嘅包容，包括愛、謙卑、順服、忍耐、聖潔。聖經要塑造我們越來越像耶穌，成為一個穩定、正式活出屬靈生命有主耶穌嘅榜樣來榮耀主。馬太福音對11章9節，耶穌教導我們什麼嘅？我心裡柔和謙卑，你們等候我的愛，我的樣式，這樣你們嘅心裡呢就必享安息。耶穌有靈力嘅人，耶穌是有靈力。有靈使患人平靜，靈叫死人復活，靈趕鬼為病，但他不應暴力。一人二人，當別人羞辱他嘅時候，都睇耶穌嘅榜樣啊！別人羞辱耶穌，罵耶穌在十字架上，耶穌罵嘅時候嚇，他無耶穌無救助伊人，莫有報復，仍然充滿愛，這就是真正溫柔謙卑。主擁有謙卑，我們要明白啦，咱的生命若無耶穌嘅改變，但實為其實呢，咱是最難溫柔謙卑嘅，因為咱嘅內心啦，
愛贏無愛輸，對無？你共人打話，你打輸人，我無面咧，我面皮無去，我唔愛輸，我哋愛打贏。你死愛面子，唔肯吃虧，甚至一點碎事呢就發脾氣多數是個家庭當有些丈夫哈，大生活當見過不順心嘅事，丈夫我叫無順心嘅事，就罵妻子。有些妻子咧用尖銳嘅話語來傷丈夫，有些爸母呢一點小事就對孩子大發脾氣。結局呢家庭無像這個好嘅家庭，孩子受傷，關係就破裂。真濟家庭嘅問題呢，唔是缺錢，乃是缺溫柔溫暖嘅家庭，甚至到這世界每一個地方啦，都有人正得。你錯唔是我錯正，容不下對方，甚至失去彼此嘅關係呢？消滅嘅關係都失去了。結局呢，彼此傷害，人就是血氣方剛。因有一句話呢，因一句話呢就被激怒，結局呢控制不住，甚至拍死人，有無？你睇戲又睇嘅，你個外口也是人個打你袂啱就拍了咯，甚至就拍死，甚至拍死了就後悔都冇用啊，甚至就碰死兄。若是基督徒也是這樣嘅話，安尼講嘅生活呢，就失去競爭。真實溫柔嘅人呢，是有智慧，他願意包容，願意退步，懂得完整控制情感，尤其愛主的基督徒呢。被聖的愛觸摸，被聖靈的改變，生命就無再變樣。成為聖造的人，就會結出溫柔嘅果子，唔是裝出來嘅，是被聖靈改變後表現出來嘅新生命，是蒙聖所喜悅，因為聖主當驕傲嘅人，賜恩給謙卑嘅人。一個願意順服聖嘅人啦，聖會為他開路，聖特別喜悅。溫柔的人就如摩西溫柔嗎？謙卑嗎？雖然百姓常常埋怨摩西，埋怨他，甚至攻擊他，他仍然為百姓禱告。結局呢，聖大大使用摩西。話有嘅大衛有機會提掃羅王，但大衛無報復掃羅王。大衛答：我唔敢伸手害耶和華嘅受膏者。結局呢，聖自己咧親自高舉大衛，使大衛做王，明白嗎？所以有一個弟兄脾氣真正歹，真正暴躁，孩子睇到白青呢就害怕。妻子呢就常常偷哭啊，流淚嚇。後來丈夫信主後，開始每日禱告，每日想起發脾氣時呢，就算換者。禱告主啊，求你管我來口。幾年後呢，一年禱告合適，信主開始家庭的改變，孩子願意親近白青，妻子重新有笑聲。這唔是人嘅修養這是聖改變人嘅新生命。真多人唔是因為聽了一篇道就信主呢。乃是因為睇到基督徒有真實嘅生命嘅見證，可以鼓勵到親眼睇到被傷害嘅人，睇到人傷害伊，像睇只基督徒啊，即無信主咧睇只基督徒人傷害，伊話願意饒恕面對貧窮嘅時候，伊話有變感恩破病嘅時候，伊話仍然有平安，受委屈嘅情況啦，伊仍然有溫柔，別人就是。會知道你是安尼款嘅人，別人也是會知道你是安尼款，真有聖嘅同在，今日世界的缺乏真實嘅愛。真濟家庭破裂呢，是因為沒有忍耐，沒有謙卑，沒有饒恕。真濟人會傷害，是因為妒忌、紛爭、驕傲，先要他。第二能啦，活出不當嘅生命，活出屬靈美好嘅榜樣。若是一個信主嘅人多呢，啲基督徒呢，若是話無用過是用過真咩嘅發脾氣呢？用過妒忌呢，常常口德呢，唔無傾饒恕人呢，即係說明即係生命
咱話袂強大，到屬靈裡面袂強大。要明白，無饒恕啲人呢，心切希望別人死嘅，因為我們饒恕對方，他就會真痛苦。但要明白，最痛苦嘅是自己，是因為咩事袂落啊？咱也是對人無饒恕人，咱氣到心內嗬，你咩事袂咧？你頭毛啊，愈來愈白，所以心裡你袂得到釋放，愈來愈生氣，愈想愈痛苦，會失去喜樂。又其實呢，饒恕別人就是釋放自己，才能得到真正嘅平安。我們睇以弗所書對4章12節教導我們是咩？並要以恩慈相待，從兩面的心，彼此饒恕，正如聖道基督你饒恕你們之樣，如舊約約瑟，那係約瑟到舊約幫樣，約瑟確也阿兄陷害，被賣去做奴差，被陷害關到監牢。但約瑟呢，仍然敬畏神，不報復，所以神提升他成為埃及的宰相。後來約瑟對阿兄弟嚟嘅，伊無報伊對兄弟，我們咱來睇創世記第50章，20、21、21呢，重災伊家兄弟人大家，重災你們嘅意思是要害我。但神嘅意思，我是好的，要保存你們好多那個什麼向今成為今日嘅光景。現在你睇約瑟嘅兄弟就咪答，現在你們咪驚不要害怕，我必養活你們，化你們的苦難，於是約瑟用親愛的話安慰他們。所以這個學生改變嘅人，睇法都冇變樣，愛心啊冇變樣。量真大，也唔是要變做到，是上帝掌管一個生命就變做出來。在你可能睇到心胸寬闊嘅人，令彰顯神嘅恩典，這就是屬靈嘅美德，也是聖靈結出嘅果子。講白話，其實屬靈成熟嘅人也會面對痛苦，會唔會？你唔是但你真屬靈，你真愛主，你就唔會面對痛苦。朋友會面對痛苦嘅，或者是真正嘅面對真正嘅痛苦。但無朋友者，但信主嘅人仍然相信神有變掌管一切，就如約伯約伯就是一個見證，他也是一個屬靈成熟嘅人，有正式嘅榜樣，也失去財產，失去兒女，但他無埋怨上帝，發達什麼話呢？我們睇約伯，到1章20節到1章約伯起來，但係伊踢破伊嘅衣裳，剃到頭毛，俯伏到地上下拜說：我赤身出於母胎，人也赤身歸回。想處的是耶和華，受處的也是耶和華。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，阿們。即個確信改變嘅生命，就有變做呢款物件，咱平常咱做袂到。這個是實在睇到主嘅榮光在伊生命，睇到主嘅榮耀，睇到主嘅見證在伊生命裡面。感謝神，榮耀歸給神。即個令活出屬靈生命嘅美德。學榜樣，成為別人嘅祝福，唔是自己嘅力量，要記得嚇，乃是聖道人生命裡面嘅工作。只有聖靈觸摸人嘅心，改變人嘅心，因為聖是頭將，他能塑造我們每一個人，成為別人嘅祝福，成為榮耀神嘅兒女。只要我們願意，你係願意確信嚟掌管嘅生命，神必使用我們每一個人。係咩嘛？你願意信嚟信，咱信了主唔是白針剃頭，咱信了主直接那個我主，咱愛有規矩向靠主，咱愛靠榮耀主嘅名，係咩嘛？所以你願意把你嘅生命向靠主嘅重點呢，神就會使用，神就愛塑造我們成為一個榮耀主嘅器皿，係咩嘛？好，咱嚟唱這條詩歌，你是頭將，我是泥土。